如果你仲喺度等緊，準備好，等唔失敗，等人哋認可，你等嘅其實係平庸嘅鐵飯碗。未來嘅你唔會佩服而家畏縮嘅自己，但真正嘅覺醒係：第一，野心係燃料，唔好收埋，用佢點着每一日。第二，注意力係命脈啊，花喺邊度，人生就會長成。第三，行唯一嘅答案，諗千遍不如狠狠地做一次。最後一句好狠嘅說話，我想同大家講：你而家唔捨得對自己落嘅手，生活總會加倍還俾你。點讚為證，向過去嘅劇本告別啦。第二，留言清醒兩個字，令到未來嘅自己見到你今日嘅決定。第三，轉發俾嗰個需要你點醒一次嘅嗰個朋友。係海莉，剛剛好療癒你，一個陪你走過黑暗隧道嘅療癒師。關注我，你會越嚟越走向內在豐盛嘅自己。